家家有好事。马上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趙薇。大家好，我係韻韻。不哪里啊，不哪里啊，哪里啊！你關埋電。我最近咧學印度嘅音樂呢，你看到嗎？哦，原來係安學樣。乜嘅？除咗唱乜嘅，乜嘢？冇人愛問呐，有去過印度冇？冇。冇。你對印度嘅印象係乜嘅？你有沒有加速你回想？我開始回想，印度就係，比如說印度奶茶啊，印度餅啊，還有講到印度嘅音樂就加美朗音樂啊，朱莉調啊，還有瑜伽。哦，係，還有一樣東西冇講到啊，很多印度。還有印度聖果。印度聖果。係啊，你唔知係乜嘅？冇聽過。以前啊，傳說講天神，然後惡魔的雄雌的時間，跌下來的聖果，剩下來的果子。唔係啦，很神聖的果子。哦，係啊，聖果。我知道你有食過，細細時節啦，細細粒嘅，食起來可以生津止渴，可以提振精神，然後又可以讓你覺得很有活力。有食過，不過啲嘢係賣咩？係凍奇怪嘅。很多油甘果，有查過，佢還變成那個國際衛生組織佢有推廣嘅3胎保健食物之一，作物之一。哇！你台灣有哦？有，一聽來種，給你嗆到了，不對，還唔叫來講一下，好了，分享一下陳以真，珍姐。珍姐你好，你好你好，珍姐。啊，你有看過沒有食過啦？等，我用印度的方式幫你燉。你啊，出係油甘果。哦，完全唔係嘢名誒。你種誒？嘿，淡薄卡種誒。哦，看到啊，這看起來就非常的神聖。你要神槍誒，你神馬雞？生果醋。果醋，油甘果醋。油甘果醋。好。鹹啲你嚇，有鹹啲你。咁麻雞唔多。有一種，回甘的。有回甘，還有嗰種，攏係平常食的果醋，它冇共用。譬如講，俺平常食的油較甜，你冇，你還純的酸，唔過加酸呢又唔會講特別的酸，很嗆。是。一點鹹鹹嘅嗬，酸酸鹹鹹嘅嗬。你攏係冇共用。冇共用嗎？冇共用啊。冇共用。每一個人的感受冇共用。真嘅咯。跟我的體質，你啉起來係感共用咪？還蠻帥的。哎呦，原來喝果醋可以跟你一樣美麗，一樣的帥。跟我們美麗的主持人那麼美麗。係啦，龍太甲介紹下，我家龍英英講吼，其中嘛很多印度聖果。印度聖果黑就是吃了以後呢，會生津止渴，然後就是去除沒不病啦，沒不病，看沒不病，增強體力。這其實點來位來嘅？印度。就真係啲印度來。印度引進。哦，引進。你喺台灣有種，我記得我真件細細時間有食過。細細時間山東有種過。山東嘛。給大部分來做，哎，你真的有啦？怎麼樣？好色啦！給大部分做蜜餞，他懂，我很想吃。就是聖爺的歡喜的時候啊，哈，就用那蜜餞啊，聖爺的時候，是的啦。真緊吼，凍食，那個緊咬吞落去，所以個口水就緊上出來誒。神經。對。它天熱口水全部唔係食咧。消毒那個病菌。哦，真嘅咯。好，佢根本嘅動貼片咯，拿到按好嘅東西，跟住愛搶下啲珍姐來做菜咯，好冇？真係幾時限貼一道菜做埋個本太家。油甘果是沙拉。哦，油甘果醋沙拉係啊。哦，好嚟，開始嚟做哈。你要先做乜嘅？寶馬四槍嘅。係四槍嘅，槍一堆嘅槍。好。用手來擦就好咧。有手嚟洗身，我做得。
你炒咯一片一片，不用变水，系嘛？嘿，一细块一细块就得。一细块哈，啊几多块？几多片拢来讲？全部好不好？全部哦，可以吗？做对吗？今日嚟準備好誒。好，跟我切嘛該。切太長條。好，太長條，我跟你切，我來幫弄準備哈。cái 油甘果啊，用扮嘅環境嗬，較為散，唔驚鹹，也唔驚熱，唔驚熱，唔驚冷，唔驚，很厲害哦。幾唔驚？不過一般嚟講，要種好熟成，要收成，差唔多要幾久嘅時間？哦，一久嘅，就種子播苗，係啊，差不多要5年才會生。5年哦，哇，5年才會。唔敢是幾咋？5年。唔講我記得你啲東西，唔係以前啊 ，NCC 時間唔係親難得到，唔講因為你哈少看到了呀。因為它沒有那個經濟價值，它沒有，所以呢是冇，它搞到唔抵啊，它個冇一絲啦，生熟嘅冇一絲。哦，就係冇發現到幾個好啦，嗬，所以就見來見上所以呢是冇買該零食啊。好，切好啊，就好，不要亮。好，按拉的。你做乜嘢生下啦？我剪一些細tomato。剪開來嚇。按維多那個剪濕絲。剪濕絲，按那個油甘醋才可以進去。哦，米西裝再落去吼。按你講起來呀，油甘醋的用途當多咯吼。譬如講你一乾就做嚟做沙拉，咩做嚟煮菜。做得。哦。還有可以喝，直接喝。跟一般來講，按你一乾的油甘醋啊，要用幾多嘅油甘果當做？哦，一袋嘅，30斤嘅。哇，30斤哦。係啊，一袋嘅。還有要不用果醋哈，要不用1久3年，鴉片嘅果醋就3年。3年，3年的時間啦。你看，3年食一粒，唔敢食一盒3年，食一隻5年，8年。好來，切好誒，跟上下來呢？切一下誒。好，油甘果哈，收成的時節幾處按呢色？佢會變色嘛？譬如講，會變它熟。它熟就顏色比較白一點。出按樣去。細槍來做得不用幾久？不用喺平常，不用一兩個月。1-2個月咯。1-2個月做得。你啲切啲啊，幾粒5年係咪要剪？微剪。哦，開放嘛。好啊。好來，不用油哈。不用一絲的油。好，一邊來切，一邊來剪5年，按下夾，好嘛？好。你看，原來佢底部都有腐了。有。它有一獎呢。鏟子。好。還蠻漂亮的。用料係嘛該5嘅。強5嘅。強5哈。正數啦。好。那麼該。素辣嘅。素辣嘅。咁你對開始啊用心做了嘅開始種到研究幾多年嘅時間呢？我種有咁5年咧。5年了呀。咁5年就做在研發出很多東西哦。好食啦。哦，好食啦。好食。可以啦，這個好食嘅東西，除非他用心去請。既然講了啲印度來嘅嘛，嗬。係啊。佢按多年呢，無人啲種呢，你用來請到種，又去出國去啊，講。有，俺朋友有種啊，有種家己人有咁不愛食啊，長地啊，長地都唔將想起來，係嘛？回憶小時候。你聰明哦。因為鄉下小。那加農誒，你嘅泡過冰水嘅生菜，不用好，係不用你 tomato，對，還要不用乜嘅？寶馬。哦，玉米。寶馬。係啊。這是哪一個客家話？我們踢白糖。你講是呢，我是海豐撮一起講。哦。你講包熟，包熟不用好咧，今日蔥條不用好。蔥條泡過水咯，泡過水以後，泡冰水它冇按辣。好。我等下要拌一拌。先調一個壽司。好，這樣子。先調壽司係嘛？對。你係乜嘅？
你还干嘛个油？就那个橄榄油。哦，你有橄榄油。橄榄油。可以哈。你橄榄油加几多？是，一瓢。一瓢，按那1汤匙，你要加几多汤匙？3汤匙。3汤匙，1比3。对。哦。咁你选嘅係青魚啊，普通係講有其他建議嘅嘅冇？它青魚比較適合，青魚比較適合，因為它的那個味道啊，哈，比較沒有，米西比較沒有腥味啦。哦。OK。好，來，你要切嘛？唔是。用這呢？用剪的哈。好。其實每一方面哈，唔是，這個用刀誒。好啦。因為其實獵頭料裡面懂是蝦米呢？唔講鹹皮係冇？冇啦，你講東風片。其實又有營養。唔是按多時間啊。係啊，有陣時佢無限嘅時間啦。係啊，還有啊，還有什麼認真點哦？青蒿絲生菜沙拉，唔講呢拌什麼醬？就是學問，你下要加一種咯，有甘嘅果醋，有甘果醋。好，沙拉嚟出去弄，你沙拉你要先攪拌，係嘛？好，嚟咯，自家淋上去，看來幾多，哈。自家的味道啦，看自家要是酸的呢，還是淡淡的都可以。但是我是愛吃酸的，我沒好吃酸啦。不過可能因為個油甘果吼是有澀澀，故所講你做個果醋的時間可能，你要做沙拉醬的時間加個橄欖油落去哈，會變得比較溫潤一些哈。嘿，有咁不用一些下去。好，哇，看起來好翠綠哦。哎呀，做得嘞，不用拍，不用還要壓上來，係嘛？係啊，不要太盤嘞。哇！如果沒有薑誒，你可以用那個鮭魚罐頭都可以。如果你喜歡那個醋上面，你有醋魚下面有醋的話，哈，可以。你喜歡吃鮪魚，你買那個水煮鮪魚罐頭，可以，不用手去咩做的。你喺毛煮魚，味道都係葡萄。係哦，味道都係葡萄。冇上多啲細的東西。你下做得變很厲害哈！我係知道，迄本也是係因為老人講佢冇雞吼有籽，然後佢嚇到。係啊，好，你下好會出來弄呢個魚不用上去，不用喺旁邊。哦，不用旁邊，不用喺旁邊。愛吃的時候，喜歡吃的時候可以自己加。酸哈，有陣時講兩魚，係講提油啊，吃一點酸的還可以中和一下。好，來吃大餐吃完了就可以吃油甘哈。對。給你做的是好，來，過來。剛剛的果醋淋上去。這個淋上去下，來咯。來。跑一圈，做對嘞，做對嘞哈，好，謝謝。按後食的東西用印度聖果，叫做油甘果。作為乜嘅東西？油甘果醋沙拉。來食啦。半點鐘吼，先不用下去，唔是烤吼，是等下去，好，順着紋切，順紋切，哦，就是它的那個肉質才會變硬。哦，那我都吃到這個雞湯是很懂清爽哎哈。咦，你有冇覺得油甘果太厲害了？好像從有一罐就做得嘞哈，做嘛該都做得。大腸皮都給個米頭，而且吃到，就已經是甜甜的水果。真嘅，那你差唔多做得嘞哈。
来吃我出啥的？我都唔记得我自己啲印度嘅吼，爱放颜色係嘛？哎，装饰的都味道。拢係上上嘅當槍吹講，因為有啲人會講唔係有啲粗手，不過因為你有干果醋嘅關係，這樣這個魚啊，不會吃起來不會很膩，就像你有試過烤肉嘛？烤魚的時候，你滴那個檸檬下去，你就會吃到講，哇，這個魚變得好鮮甜哦。要沙拉生魚冇嘛負擔，我吃到油甘果啲啲底部度，係我發現新的一種食沙拉種子，我就懂厲害。冇負擔。佢有一點像乜嘅，你知冇？意大利的油醋醬這種感覺，不過有像，啲它比較清爽一點。係啊，呢個肉乾蒜絲啊，嗬，呢個鹹撈蒜，但係出啲青菜香港嘅甜，係因為你係其實佢單純按用是佢出鹹甜甜，嗬，咁講嘅蒜絲呢食下去，嘅甜味就出來咧，哦，咁厲害嘅。大家蛋槍，12的時間，我做東西，唔過你批到沙拉的時間，做嘟嘟好。非常厲害的油甘果，好吃。那你燙起來吼，做沙拉，會做沙拉，一天做做菜啊、煮湯，做得冇？做得。跟沙下來做乜嘅？做雞湯。其實係做雞湯哦。係啊，油甘鮮果雞湯。上上唔到吼，因為佢有啲濕濕嘅，乜本嚟啲雞肉食起來濕濕。因為雞肉哈有蛋白質，油甘青菜啊，油甘青菜蛋白質。油甘果老蛋白質結合起來，你吃到係最厲害嘅。後來我做嘅係油甘鮮果雞湯，來啊！哇！感覺吼，剛剛食到前菜有沙拉，知道冇？你還愛食雞湯咧，我冇想到油甘果做得做雞湯，因為啊，我講家係用果醋嘛，果醋係這個發酵處理講，我咧直接來做雞湯，我做下好奇咯，好啦，解釋一下雞湯一定要有雞髀，雞髀，好，你啊出嚟你嘅主角很多油甘果實哈，那。配合要當然出嚟，你啲雞湯裏邊特別會看到嘅枸杞，還有鳳爪，你啊三樣合起來係我第一擺看到，不過唔啲係麥介面試出嚟嘅。哦，甘，回甘咧。佢哋啊煮啲咯哈，佢一開始係做乜介？一開始就用水煮滾，係煮滾，啊用乜介？用油甘果，用油甘果。分量佢就摘出看自家嘅生養版去，哦，上來食，自家味道。好，放下去哈，放下去算係人哋湯底係嘛，算是我們的湯底出來。是。放下去差唔多要煮幾久？半點鐘，好，先放下去，唔是烤哈，是等下煮。好，你自家會在鍋子裡面轉幾把薑汁放上。太一些。太一點好，太火哈，好，跟出來切一下嘅，切一下紅棗，好，要紅棗切開來，切開味道才會跑出來。你冇像有啲人會成泡酒啊，泡乜嘅，唔是，出生嘅出做的，愛吃清淡型。好，切開來，好。你唔是泡水哈？唔是細槍嘅就。細槍嘅哈，用下去好，味道才會炒出來。好，還有呢？還有就切。而且雞肉，我們就先把骨頭去掉哈。你雞肉有10個嘅啦哈。還有，你想得很主動，一開講生魚哦，骨頭一啲。生魚吃到骨頭就不好了。幾個卡有啲嘅生魚？一朵沙，哦，很多嘅，生意很多嘅，量沙啊，對啊，按樣切，順着紋切，順紋切，因為那個纖維才會，就是它的那個肉質才會變硬。這樣唔會變硬哈，已經好起來。哎呀，幫你標，
你哋哈中量啲講台灣其他地方有你哋種嗎？有，譬如講那邊。卓蘭，哦，卓蘭就是我們家，我們山上有種卓蘭，還有台北沒有啊？台北沒有，真嘅咯，有英歌哦，英歌也有。因為我想講，你喺細細時節，就客家人散檔嘅年，帶散檔，我帶好順利很多。因為有陣時你會想講，呢一種東西可能。啲啲位中一上，幾位中一上，就細細拿來食細微啦，嗬。不過可能因為按樣型，太搞想講，你食又食，又冇乜個意思，一那位地講來煮湯，係冇？係啦，冇人地道，我自己想到，我想到說，可能可以拿來用煮的。係，跟有真有出國去，就是真的去交流嘛，因為這是國際認證的植物嘛，對，有。我們就是如果有展場啊，推廣啊，我們都有出去。因為油甘果醋它本身就可以抗氧化，而且對於我們身體的營養成分很足夠。應該講呢一種東西，看起來。可能當普通，不過它的營養價值比較高。營養價值，譬如講，Andy，我們在講這個身體的酸鹼平衡，多喝酸的東西其實可以。對。然後就是你如果覺得很累的話，你吃油甘就很快就恢復起來，因為它本身可以修復細胞。比如說它胃不舒服，那你就吃我們的粉，或者是1-2顆吃一吃，不是只有生津止渴藥，它會把你細胞清。你還像按呢種東西啊，按呢種，譬如講5年這樣會上，佢會當難種？唔會，從來都冇愛食啦。從來冇愛食。從來冇愛食。是撒農藥，不是。就冇農藥做出來。然後我哋就是做有機的，有機認證。外頭試到像迄果子啊，有試過佢嘅根莖，也係葉嘅嘛，有試過。有，做得吃，或者是它可以來當枕頭葉子，葉子好特別，非常香，裡面都很香，味道很香。裡面有啲唔記得嘅什麼樣吧？記得個太太係灌木叢嗰種。它是木棘科。木棘科，它可以長很大很高。動態。所以我們就會把它矮化，把它像梨子這樣矮化。好，佢等下哦。差唔多聊天半點鐘嘛，你差唔多要照20分鐘嘛，20分鐘轉來，看要邊樣買好，20分鐘轉來咯，看誒同帶。有批到小妹咧，有嘛？佢唔單槍用嘅鳳做嘅面試，嘅鳳做底背度可能又因為嘅油甘果嘅關係哈，它有一種很清新的味道，就是那種山上的青草味。啱啲嘅暗香，我覺得有點像香水耶，清新的香水味。我講你看到爆梅嗰邊暗樣去，有冇？你看到冇？有啲爛有皮哈，裂開嚟哈，綿綿的感覺。它的果肉走出來咧。我講我真係冇講當種葡萄。好，你做你做雞湯嘅湯底，生下來不用乜雞，不用雞肉，不用雞肉哈。好，哇，呢湯是精華。那我都知道，好像這個雞湯是很懂清爽誒哈。聽起來開最大，好，最大火哈。嗰啲啊雞肉不用下去，差唔多要滾5到8分鐘。因為你家雞肉成10個嘛，佢熬咗血水啦，佢就成焯起啦。焯嚟以後，雞肉看起來，佢湯煮起來應該一搶啊，一囱。跟我就想講，一般雞湯會不用蔥嘅啦、薑嘛，都冇不用嘞。唔是不用。因為它油甘本身就微涼，微涼啊，你放你那個薑一定要爆過啊，就不用爆那你太麻煩了哈。不過佢係了解啊，剛才就會想到啊，從什麼人做嘢是做得食啲嘅東西咯。對，唔是做，因為也是水果，水果油甘是水果，就係水果。佢係水果，不過佢有本葉菜。所以當生起嘅，佢又係食材，它又係果子。
那我就会很想要把它变成甜点的话，我觉得也很厉害哦。可以，譬如说给那个譬如说我们把它煮成果酱。果酱，对啊，然后可以沾吐司。系啊，譬如讲你炒菜的时间，那做得不用这种，因为它偏酸偏涩，那就不用它甜的菜。好，譬如讲，就让它可以就是。balance 一下那个酸的跟涩的感觉。哇，应该是想出世界料理方式嘞。枪也是吃果醋，对，喝果醋。冇啦，那是问你按好的东西。当然啦，讲按好的东西要推广自我，要本太个唤起大家的记忆嘛。他跟讲国际卫生组织，错冇？你有去真正有去国际上有推广那东西？有香港。哦，去香港哦，香港的那个什么水果展哦，水果展，台湾出是由你带的油柑果，哇，几年看到油柑果一个印象的嘛，他有吃到惊奇，吓一跳。他们说，台湾人真的是很厉害。你冇读到嘅印度的人，冇读到。不过你真正讲起来，这个种的东西真正冇简单，好爱花时间。真姐容易看一下。其實你用吼切咯，切到嘟嘟好，差唔多。做得嚟吼，你先來調味啊，先不用了。先不用了。先不用了啦哈，因為有點甜。就是我們的枸杞。對，枸杞哈，枸杞。增加色彩哈。還有哦，因為佢嘅甜，我們代替一些味精的味道哈。好，你要先吃看那麼。這樣來調味。唔係，食我。甘甜，还那样吗？不是哦，不是哦，全不是嘞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油柑果太厉害了？好像从有一罐就做的嘞哈，做嘛该都做的。大酱皮都给米桶，而且就已经是甜甜的水果，真的。那你差不多做的嘞哈。做的嘞。来，我们来盛盘了哈，感觉那鸡肉也好好吃。哎，这点哈，这糖哈，我想你平常时是在给糖按。糖油啊，烫看起来就清清的，还一滴滴个淡淡的绿色。好，哎呦，食我，來，不用好，來啲有隻方法，本嘢按食來，不用上來。好，謝謝。來，掉起來同大家講。你的珍姐搶太家食的係乜嘅？油柑鮮果雞湯。淋下。寿司的主角就是俩紫苏梅，还有话梅，你要用油柑果来做酱汁的基底，还是说没有标到底外度？好，关火了哈。那你关火，一样冰镇。tomato 情人果，爱情果。因为啊，去做这道冻简单嘅食材，别人都冻冇穷用，所以我们都叫他超人主厨。来吃喽，小糖。吃完沙拉，觉得好饿哦。你吃了嘛？该味道呢？你冇加盐呢？冇啊。它有一种酸酸甜又甘。有的人又咪講啊，你說純甜嘛，當咗鹹菜啊嘛嘅。唔過佢食到佢梅加啲糖啊，食到爆梅啲，在喉嚨這邊的時候，它回甘呢，生口水啊。嘿，生口水出來就是我們人的酵素。哦，原來係咁樣。係啊。
我现在一直在长口水，就一直生口水。那就是你的酵素，那表示你的身体很健康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多喝酒。咱刚讲做得了去发展出吼，你系一啲客家人嘅料理咧，很甜，啊，不过呢有一蒜蒜，该蒜蒜有些实是有肉蛋白质就产生了。我讲，你有干过动厉害哦，佢本嘅雞肉應該嚟講唔加煮研究，我吃到肉應該要食食吧。它反而回嫩呢，它把佢本嘅雞肉變得凍軟，你食下去唔可以吃到個。因為有講嘅後片有啊，也有維他命啊，維他命 C 啊，那個雞肉又喜歡維他命 C。哦，對啊，然後那個油柑很愛蛋白質。好好吃哦。我怎麼越吃越餓啊？哦，緊是緊要哦，今日讓你上盤飯好冇？青椒煮出來交流，好冇？珍姐哈，因為啊，雖然呢，講起了油柑果，好像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水果哦，不過呢，這個營養價值這麼高，我們就找一個不平凡的人。不平凡的人應該就是要超人那一類。哎，超人 ，Superman， 嘿，安妮來分享嚟，超人主廚，撈水炒主廚，好嗎 ？Superman 依舊這麼按引導哈，那麼又哦，真的超人哦。你記得都講，今天是印度聖果，超好了。剛好那個珍姐帶了一個油柑果。食沙拉也好，煮湯也好，我知道當厲害哦。有乜嘅厲害嘅，我同你嘅珍姐交流下冇？冰梅油柑果椰蔬沙拉。嚇，你咁講，正經吼特別嚟吼，冇貼起嚟靠你好冇？哦，菜名暗藏，冰梅油柑果椰蔬沙拉。椰蔬沙拉，係，記得起來。冰梅油柑果芽菜沙拉嚟咯！冰梅油柑果，應應接下去。芽菜沙拉。很好。我講特別你靠主廚嘅時間啦，就想講哦，記得做菜記咩要靠你。菜名暗藏，超人師傅，安吉冇看到了哦。哎，現在也學我就對了哈。好，唐人嘅沙拉吼，做起來應該冇簡單。我看到按道嘅料，從我同大家解釋一下。一開始講嘅，你記唔記得主要嘅迄料？係油柑果，油柑果。我啱啱看了醫生姐做嘅提一紅菜沙拉，有冇？我哋做了係進階版嘅。哎呦，進階版，我教佢下冇強用嘅。哇，真健康，有型。哦，好啦，還有乜嘅？好，另外有倆紫蘇梅，好，倆紫蘇梅梅今邊嘅主角會做醬汁誒，好，我哋一下就開始了哦，好，好冇？然後已弄一倆哦，我用十多倆用我用發一下，哦，十字，哎，發一下好了，冇問題，發一下說，哎，弟來用美麗的刀子給你哈，我一個弄來煮水一下，哦，用煮水呀，好，煮水。煮水，係李東燕嚟，我用煮水。係嗱，我嗰邊。好，那個刀。我刀，好，好做得，好，好樣子做得咧。好，啲菜吼，啲。加怡珍姐用嘅係美生菜，哦，我今邊用嘅係羅曼。哦，羅曼葉。美生菜食起來係甜，哦，而家羅曼食起來係會腐腐。有啲腐腐哈。咁樣哦，泡落冰水底邊度。我攏講哦，超人師傅，唔點望係使用啲啊，用盤嘅安尼，用水吼安裝，佢不上呢。冇啊，佢不上做係食嘅。就做得食。係當厲害哈，用麥太㗎。冇夠用啦！可惡！我只是想要分享。好啊，我借話。好，冇啦。誒，好，你係紅捲生菜，好，你咪用棒啊。還有倆。萵苣，紫萵苣係嘛？係紅包心，嘿，你咪用棒啊。你係咪有一啲腐腐哈？嘿，腐，那全部腐，因為呢邊倆醬汁煮都會酸甜。哦，酸甜，嘿。蔥要會出醬汁哦。冇錯，你係綠捲區。你當上司咯。你咪用棒啊，好。你叫用棒啊？
你洗洗啊。好，你整呀吼，好，先不用方便。好，遐到台加煮俩 sauce， 俩 sauce 的主角就是俩紫苏梅。紫苏梅拿出来。看样紫苏梅底部都有粉嘛吼。嘿，有粉。两米丝两米爱留咧。会留点哦。好，俩好那的。那紫苏梅它刚刚俩冻好溶哈。痛啊，煮葱梅做的。哦，俩水滚哦，俩弄来。水滚的哈。好。这个哈叫做印度圣果，你底下很多马来果嘛。台湾圣果。No， 有很会，它叫做爱情果。哎呦，我那俩紫苏梅给肉剥下来切油油。剥下来切到油油，不用转去，加个汤汁底摆度哈。留起来嘿嘛。冰镇。同样的冰镇。冰镇。因为冰镇一下，冰镇一下。好，等下头家上。我们头家皮啊，好，冇问题。我来搞快嘅，我来先。看过来。炒一张俩坚果。坚果的炒果张有香味，系冇？还有不是腰果，还有俩核桃，全部会健康。好，下来。好，你俩切的系乜嘅？也是樱桃萝卜。樱桃萝卜。樱桃萝卜，还没装饰。这又是爱情果。最近太想谈恋爱是？樱桃萝卜。有的迄看酱的系冇？你做得食咯？你还没做得食咧？看酱的做唔得食？看，爱看应用慢种。哦。主角了咧。哦，主角来了。我爱你阿梅切泡泡的。哦，梅切泡泡的，生意有里边有粉。哦。小心，泡泡下好迄咯。好，泡泡。你要用油甘果来做酱汁的基底，还是说没有标到底外度？配菜哦，配菜哦。配菜。炒一下哦。好。还有俩，因为刚刚就加沙拉油膜，全部冇淀粉，省尾包。我们就不用俩饭酥，好饭酥。好，你要煮酱汁哦。好，要开始煮酱汁哎呀。酱汁对。好，重要的酱汁来咯。还有话梅。用渣。那用那些乜嘢木？一般的话梅哈。你讲停就停哦，停。好，唔懂。好。分去煮一下吼，煮一下，俾米丝出来。嘿，啊，俩切油俩紫苏梅有冇？嘿，分去拿开来。我很酱哦，我。很酱哦，然后这就是爱情果啊。我很酱，系冇？很酱。好，别到安好嘞哈，安样就做得嘞。迄讲吼，我卡度有烤箱诶，其实不用落去咩做得，错冇？做得。烤箱就系煮面嘅嘞。哇，好香哦！加啲水要煮滾嘅，嗬，一，啲加多好加要。好，要多好誒，嘅紫蘇梅變落去。撒下來不用嘛該。撒下來秘密武器。哦，秘密武器來了。呀，你還嘛該？該嘛該？滾團款。誒，這個感覺是樹薯粉之類或玉米粉。你係玉米粉。因為我哋倆有冇倆醬汁，你冇用倆玉米粉，佢會香氣。係，個菜叫做哦，把唔到嘅醬汁。冇錯，好，望你，差唔多滾嘅嗬。好，加糖。不用糖，上講是較甜嘅，就不用太甜。冇錯，你倆湯半幾煮半幾散落嗬。煮比散，煮比滾。幾滾嘅嗬？滾嘅。好，不用一啲嚟加嘅保雪粉、芡汁，一啲啲就煮好哦，一啲啲就煮好誒。好。我感覺澳門係因為啊，上次 anyway 都係煮日頭菜啊，當就係賣嘅粉，他結果用家越擺，啲韓擺係用半用，吼。好，好，我都關火啦，吼。你關火。好，拉開冇？好的。加個點水，哈。來。一樣冰鎮，哦，馬上讓它冷卻，還有
一张毛病哦。嘛，较重视毛病。醋。佮唔加煮的時間都冇毛病，姜龍加蒜煮體嘛。煮體，電機下冷掉啊吼。好，差唔多了哈。好，來。一邊幾多？全部拉下來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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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唔多了吼，你係應應加攏愛煲開。哦，tomato。情人果。愛情果。愛情果。愛情果。啊，愛情果。不要浪費。啊。好。還有啲油乾。哦。入面用下鹽哦。用下鹽。係，用下鹽。哦，安尼可能給它生米煮唔好按多。係，冇錯，冇錯。放醬哎。對啊。哇，現在裡面有雙果。好，那就先那裡碰邊哈。好。等下會盛盤咧。對。好。好。一片走來，有冇用凍醬哦？係啊，整件凍醬。哦，先讓它擦乾。我不敢去快了。好，切切哦。切切。看起來凍醬。真健康，食沙拉吼。垂涎三尺。啊，飯酥。哦，飯酥不用送去。不用送去。世超啊，攞 any 節目之後啊，跟住有隻外號叫做超人。呢個超人形容乜嚟嘅？就係呢，因為啊，佢做得到凍簡單嘅食材，變到凍冇窮用，所以我們都叫他超人主廚。係啊，學起來哦。永久唔會唔記得。好，嘅，再嚟表乜嘅？係。櫻桃蘿蔔。櫻桃蘿蔔嚟咯。按你切到泡泡嘅要解就米絲吼，用嘅。沙拉嘅菜有啲腐腐咗嚟搭配到，冇錯。好，你阿衰龍加你做好嘅，因為剛剛就切了個油甘果嘛，好，沒不用。有浸到我們的冰梅汁，不用上去。好，好，這個龍tomato不用上去。哇，看起來好厲害啊！這個是哈，不用下多啲。係啊，不用下多啲，盡量不用。好，有冇很好嚟啊？誒，很好啊！哇，最尾應該紫蘇梅汁。要，很做好嘅。淋上去咧。淋上去。我已經在分泌唾液。還有不用嘛嘅哦，食用花。等下幾家種嘅。哦，幾家種咧？幾家種嘅。哇，堅果，你炒過堅果不用上去哈。是的，好食的不用下多掉。哦，做得嘞哈。對。哎呦，很強哦，珍姐做得嘛？做得。有哈，來，叫下掉，叫下掉。來，龍太阿講，我們超人師傅喺搶太噶，食得很乜嘅，當炒我可能記得嘛。冰梅油甘果野蔬沙拉。哎呦，好棒哦！有看到熱條嗎？有。好吃。還看到回酸。看到回酸。好清爽哦。給梅子溫度嘅油甘果以後，他們竟然蹦出了某種阿米西呢。醬汁懂厲害，米酸的營養成分酸到懂後，因為又有澱粉，好又有堅果類。來咯來咯，哎，食飯啦！按澎湃唔啲啊，啲 navy 開始食嘢哦。有看到熱條嗎？有。
好吃。还看到回酸，看到回酸，好清爽哦。金丹枪清爽吼，那刚有说到，给梅子温度给油甘果以后，他们竟然蹦出了某种阿米西呢。不然熬到涩涩，实在里边都有酸酸甜甜的时间，让这油甘果的米西还有口感变呢，变到脆脆，你会觉得你好像吃到脆的梅子。安尼感觉，系啊，系啊，的酱汁懂厉害，而且啊，你酸的引用成分酸到懂厚，因为又有淀粉，又有淀粉，又有坚果类，所以懂厉害呢。按油甘果类的东西哈，除了像刚刚珍姐还有超人师傅做的，切了泡泡，我做切了细细的，我做煮汤煮到绵绵。给个真正的养分，才会出来。嘿，香港就会一口接一口。因为其實梅乾果蛋茶是真嘅係用到個濕濕嘅梅頭嘛，嗬。當你會想到用紫蘇梅，所以珍姐你是到吃到牛板？一口吃咧。香港話其實應當講啦，看到後生人哦，用呢個油乾果做出嚟係性感料理，但係講性感口味，有嘛個相反嗎？有，我自家都不卡煮上咁多按好吃。按特別咧。對，按特別咧。因為來這裡呢，碰到超人，把油乾果整個都發揮出來，真的是很好吃。真嘅哈，沒有什麼嘢啦。本來你想起，也係講有等於唔知也唔記得油乾果嘅東西嘅人哦，這個回想起，比如講叔伯啊、阿姨啊、阿姨婆啊，哇，我細細時間吃了油乾果，你要做得變得很好吃，又在做料理，又做嚟做很多冇共用嘅東西嚟食，係嘛？係啊，師傅咩係啊？什麼人呢？特別來接書人嘅任務，不過下擺吼，菜苗冇人創。唔係啦，我吃到好食嘅東西吼，個菜苗創唔怕梅頭軟軟結佢係高機嘛？非常嘅高機，執過來啊！嗬，香港來出書嘅嗬，下擺帶書來哦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咩上網珍姐呢？上網用大家嘅回憶潛進來，嗬，做愛好嘅事情。下擺來執個帶毛強嘅菜來，好冇？上網兒啦，不客氣，真嚟了哦。肯定一下，各位鄉親朋友，你要記起細細時間，啲蘆筍，也係啲山筍。啲副卡筍食到好食嘅料理嘛，這種料理啊，可能係食咧唔係特別醬、特別好食嘅米絲，你食咧係當到嘅回憶，係嘛？就像今邊，你要想到種咧，你油乾果，知嘛？你係得到當到好食咧，得到當到好嘅回憶，當然要準時收看你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持，真嚟了。大家好，今日董歡喜來到節目當中呢，雖然有淡薄啊，就是一些些的緊張，今日來節目當中分享油乾果啊，就是喚起小時候的滋味，然後呢，非常高興，這樣董歡喜啦，什麼謝謝大家。